Hello，各位好嗎？好耐冇見。咁今日咧本身就冇諗過拍片嘅，亦都好耐冇拍片啦。咁但係今日都忍唔住要拍條片，點解呢？因為今日發生咗一件事，好想同大家去分享嘅。喺美國時間2026年6月13號晚 ，New York Knicks 時隔53年再次贏到 NBA Finals Champions。咁首先當然喺度要恭喜 New York Knicks 先啦。咁 New York Knicks 對我嚟講咧，雖然我唔係佢嘅 die fans， 咁我自己係中意我呢度 Magic 多啲嘅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喺我自己打波最多啊，或者係叫做睇 NBA 睇得最多嘅時候咧，正正就係98-99年嗰段時間，亦都係佢哋黑白傳奇嘅時候。咁當年無論係 Spiro 啊、Houston 啊、Larry Johnson 啊呢批球員，佢哋好熱血咁樣由第8種子殺到決賽，好熱血。但係好可惜嘅係1-4輸咗俾馬刺，而去到今年啱啱好調翻轉啦，4-1贏到馬刺，所以係非常之開心嘅。咁當然啦，諗翻佢再上一次攞總冠軍53年前係幾耐啊？1973年。1973年一個咩概念啊？Michael Jordan 當年得10歲啫 ，NBA 連3分線都未有嘅年代。隔咗咁耐嘅時候，可能有啲人眼中呢隊波算啦，冇冠軍攞㗎啦。隔咗咁耐咯，甚至乎今季開始嘅時候，都有唔少嘅球評家去講啊，有邊啲球隊有機會攞 NBA 總冠軍嘅時候，冇人睇過呢隊波㗎。但偏偏佢哋今日就成就到呢一樣嘢。唔單止呢隊波，佢哋每一個球員都係一樣。諗下呢批球員，佢哋未嚟到 New York Knicks 之前，其實好多都係俾球隊所謂唔要放棄嘅狀態。諗下 Brunson 係小牛離開，佢之前大學亦都係而家隊友啦。Bridge 係俾籃網交易過去 ，Hart 係喺波特蘭交易過去。咁跟住佢哋而家中鋒 Thomas 咧，就係喺灰狼俾人交易過去。而家我覺得我幾欣賞嘅球員，而家嘅8號啊嚇 OG， 亦都喺速龍度俾人唔要而自己過嚟。甚至乎佢哋總教練啊，一個曾經贏得最佳教練嘅 Mike Brown， 亦都係喺帝王隊俾人裁咗之後，先至嚟到紐約。諗下一批喺本身佢哋自己嘅球隊入邊過得唔好，所謂撈唔掂嘅人，但係佢哋換咗個平台集合埋一齊之後，換嚟嘅係咩啊？係今年嘅 NBA 總冠軍。所以透過佢哋嘅故事，我都好想鼓勵你哋。可能而家面對一啲處境好唔如意，甚至乎有人覺得你唔得，你冇用噶啦，算把啦。但係原來你換個平台，換個身份，你就會好唔同。好似佢哋一樣，佢哋嚟到去 New York Knicks 之後，成件事都唔同晒。聖經入邊都咁講，詩篇126篇5節咁話：流淚撒種嘅，必歡呼收割。對於佢哋嗰幾位球員嚟講，喺原本嘅球隊唔願意轉咗過嚟，咪成功咯。對於 New York 嚟講，等咗53年，流淚咗53年，今年點啊？歡呼收割咯。所以唔好俾你眼前嘅困境去影響到你，只要你換一個合適嘅平台，你一樣可以發熱發光。